開心，可以代表學校表現。會好有啲動作做唔到，有啲高難度動作做。咁你最後係點樣克服嘅咧？多啲練習。多啲練習。今次跳嘅舞多啲會係可能喺地下嗰度有多啲唔同嘅舞姿，可能會有時候會整到，但係練多咗就冇咁樣。有啲緊張。緊張。因為係6年嚟第一次一齊跳。同埋因為好多人今日睇呢個表演。你覺得呢件事好難做，你可以做多啲，你就會覺得呢件事簡單啲，你就會自然覺得冇咁緊張。就係我有陣時我一字馬嗰陣時有可能落唔到，我就會加倍訓練。我就會每日喺屋企拉一陣筋。雖然你喺台上邊面對住好多觀眾都好，你都唔好去驚，勇敢去面對。